我哋成日講一個詞叫做公關災難，今日呢，我就想調個次序講下災難公關。公關災難簡單嚟講就係本來想搞一場公關宣傳，但係因為中間出咗問題，反而演變成一場災難。而災難公關指嘅呢，就係出咗一場災難之後，企業如果能夠轉危為機，伺機反駁，就可以成為一場公關好戲。最近呢，就有兩個好成功、好值得借鏡嘅例子。日前網傳兩個食客咧喺荃灣嘅千海水產食午市火鍋放題嘅時候，偷取咗大量鮮活嘅海鮮，俾職員揭發，由客人嘅大環保袋裏邊竟然發現鮮蝦、生蠔、蟹啊、魚肉啊、牛肉同埋成包嘅出前一丁麵等等嘅食物。大家除咗瘋傳貪心食客嘅偷竊行為，更加起底當事人，成為咗城中熱話。呢件事最成功嘅地方係嗰個食肆嘅處理方法，佢哋先讓員工開啟咗隨身攝錄機，記錄低整個繳械嘅過程。鏡頭下邊，職員對偷嘢食嘅人一直彬彬有禮，由始至終冇講一個偷字，只係好委婉咁話：係唔係唔覺意擺咗啲食物喺個袋度呢？食幾多唔緊要㗎，我哋大把時間，但係就唔可以攞走，麻煩晒你。但凡偷嘢嘅人俾人捉到，一定係死口否認自己偷嘢嘅。員工竟然以斯文禮貌嘅三言兩語，就令到偷嘢嘅人成功交出賊贓。由檢視賊贓嘅影片，更加見到被焗咗喺環保袋裏邊嘅鮮蝦攞出嚟嘅時候呢，仲生猛咁跳喎。網民都大讚：哇！呢個火鍋店嘅蝦真係好新鮮喎。一件偷嘢食事件竟然成為省招牌嘅宣傳機會。事後店鋪經理接受記者訪問嘅時候話，佢哋咁樣處理係希望喺一個和平氣氛下解決問題，以唔影響周邊顧客用餐體驗為先。為咗令食客有更多嘅時間可以享受任食火鍋，火鍋店更加由今日開始將午市放題嘅時間延長1個鐘，由12點食到4點。呢一招轉危為機嘅宣傳真係非常之成功啊！另一個出色嘅災難公關就係早前超強颱風華加莎襲港，靠海而建嘅黃竹坑富麗敦海洋公園酒店地面層遭到巨浪衝擊，玻璃大門碎裂，湧浪就好似海嘯咁湧咗入大堂，有人更俾巨浪衝跌添。5星級酒店遇到大災難，呢啲驚險一幕引發咗社會嘅關注，一片狼藉嘅酒店亦都成為咗記者走訪嘅重災區之一。冇諗到前一日仲係澤國，第二日酒店已經喺社交平台上載短片同埋發文報平安。影片所見，琴日被沖毀嘅大堂今日已經好乾爽乾淨晒。員工攞住掃把地拖，朝氣勃勃咁笑住擺出深深嘅手勢。雖然明知呢個係公關宣傳，但係大家都不得不佩服酒店嘅神速復常。宣傳成功嘅地方係短片賣嘅唔係酒店呢個死物，而係講人，係講報平安。佢哋話所有賓客同員工都平安無恙，感謝酒店團隊秉持專業，緊守崗位，守護賓客嘅安全。今時今日係個以人為本嘅世代，以上兩個成功災難後嘅宣傳就係滲透住以人為本嘅心意，非常之值得載入公關教科書。尤其係經常發生公關災難嘅政府部門，更加要好好學習啊！如果鍾意我哋嘅影片，請你撳 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。想收到我哋最新嘅影片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同埋撳埋個啷啷啊！多謝大家。